以及小喇叭为200人铺，能作为好哦。大铺路的改进改优，故说一般嘅乐器工厂，家家路系都人腔为主。不过睇今年睇嚟，有一間铜管樂器工廠，就係對原料銅片開始一直都做好，如係能自家設計研發製作嘅，還是得針對迎合嘅需求來做。而呢啲產品有98%如係外銷，從歐美國家、日本也到，網易受到各國音樂人嘅歡迎。董事長李國恩講，凡是大家睇搞奶搞顏色嘅嘢時節，一路卡路有曲盤好彈哦。也咪係以下後為做音樂相關投入嘅其中一種原因。2年前，伊還成立嘅觀光工廠，唔單止會做出一定好嘅銅管樂器，也會由韓國島人有機會來認識銅管樂器嘅文化，韓國好聽嘅音樂。通過樂器工廠嘅董事長李國安，用設計嘅小喇叭，噴出大家都當屬嘅客家特色，聽起來有多麼強壯嘅風味。這也是我們的原創了哈。那我們這把迷你小號目前有4個國家的這個專利，它是全世界目前來講是重量最輕哈，然後這個體積最小啊的一把樂器。小喇叭、長喇叭、圓喇叭倆都，無論係哪種嘅銅管樂器，李國安都懂了解。像小號來講哈，我們有大概分2個類別啦，一個是就古典在用的，一種是說屬於現代的爵士樂在用的。那古典在用的話哈，它一般它的構造會比較重一點。退伍過後，挑戰航天路就係電樂器公司負責研發，李國安就係用呢樂器做樂器。是係做到8年過後，公司為實現中規，專為彈鋼東道推上維修世家，佢嘅供應維修，所以佢冇睇緊樂器，幫妹出嘅鐵自家創業。我太太是客家人，她是楊梅埔心的客家人。那個時候我的岳父剛好有2棟的透天的房子剛蓋好，那我們就跟他租旁邊的一整棟的透天房。鐵路選至幫20兩片嘅空間係李國安2公婆嘅研發基地，大家挑對對啲嘅研究，從冇多久，總算研發過後，挑住機小喇叭走出來的。第一支小號就是我跟我太太從這個零件的加工到成品的組裝，200多道的這個製程，那我們都在一貫的作業方式，都在這一棟透天的廠房裡面做。好的先前50萬按中心，老手就職場標準實體好，接下來會大量生產出家當順時。不過挑住批貨10年幾，那到後嚟去買，讓我行挑價降到半價10點在工商。內銷的市場還是有它的瓶頸跟困難，後來我們就專攻國外的市場。國外的話，我們剛起步的時候是透過貿易商接這個 OEM 或 ODM 的訂單進來。1997年使到嘉義台電，改良始終每廠10年嘅戰功就不該強下去到台電，一直到台北每燃氣選點，早就使到2下嘅維修，戰功也有50兩計。2001年，李國安自家創立品牌，天天我對推廣最創業，專做銷售服務業。佢嘅樂器98%都外銷，以下就天時比較高度有。品質的保證以及說這些創新的一些，像我的爸爸，他對一些銅管樂器，他都有一個非常新鮮的一些概念這些相較於這些傳統的這些大工廠們，他們是沒辦法做到我們這一塊的。當年韓系中日做9就做名聲嘅大廠牌，李偉察大拍講，佢哋為大業國外市場冇安排。不過做好自己，所有嘅冷錢都係自家工廠做嘅。佢哋看到呢種以下是橋內做嘅生意，會做的，喇叭會做嘅大個，盤拿破，金屬嘅吹珠兩條都會讓用轉色。故以前中嘅組合都做得找你以下嘅是橋內做。針對不同的使用族群不同的對象，如果他們有些特別的需求的話，我們就盡我們可能的去滿足他們。一般用的黃銅它的音色就比較高亢亮麗一點。
但是如果我们用到像这种85筒、90筒，它音色就会比较柔。除了重新研发，也一直上力为用乐推广通管乐器文化，所以老新工厂大操作观光工厂，为很多人有机会来接触到通管乐器。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工厂、观光工厂参观，可以认识这些铜管乐器，然后进而产生一些兴趣，然后甚至就是开始去学习铜管乐器。你看是不是有好多个颜色啊？红铜、黄铜都有，这边都是我们做乐器的材料。对音乐器开始烧解，为参观嘅了解乐器係用嚟做嘅。文物館內除了有燒解通管樂器嘅歷史，還收藏了83件古董樂器，看到英文為題。那邊有很多以前就有的樂器，還蠻古老的樂器，就跟現在的樂器其實差蠻多的，就覺得還蠻特別的。之前國小升國中的時候，本來是想考管樂班，對，然後就是對法國號有興趣，因為它的形狀蠻特別的。大家望靚就係愛去碰看呐，看音盤從音是冇容嘅，其實哪有按過事？凸遠一點，音就會變成這樣子，就很高，對不對？要凸近一點，等一下你把一次啊，要凸近一點，就會變成不，就會變比較近。用音盤到面風之架，實很係盤風停停。对对对对，哇，好棒好棒！它主要也是靠嘴唇的震动哦。有这个声音出来之后，那从由小而大嘛，这个是一个放音的原理，所以它就可以吹出，就有这个声音出来。他们之前都不知道说原来台湾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工厂是五脏俱全这样子。我们希望把这个 idea 能带到世界各地去。那也许说有些国外的游客，他们来到台湾，来到嘉义，不只是要去阿里山，来到嘉义也可以来我们铜管乐器观光工厂。當然都係女嘅，就挑住擺接觸到銅管樂器，呢個按兩字下，10萬外流銅管樂器推廣到很難普及，也多10萬去到國外參加樂器展。新品牌如此加上應該挑戰，也就得開展出新需求，為了100%推翻最初嘅銅管樂器，盤出來嘅節目，啲世界都探唔到。